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9号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之前在做新光病院副院长的黄鸿安，因为涉嫌淡水比期间的国务机效贿洗钱案，遭对美国去，目前也传出已经死亡案件。高雄三民市场发生清洁人员走去中途意外，3个人送病院抢救，其中有1个是救无回来。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讲，3月万金石马拉松延到11月，若准想要退钱的民众伫3月底都会当去退钱。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疫情指挥中心伫下晡2点的时阵有召开记者会，指挥官陈时中宣布讲，今仔日是增加4个对境外入来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另外，咱台湾的部分已经是连续5天无本土病例啊。那讲到桃园病院的群组感染事件，有甲民众列做是居家隔离对象，目前已经有4033人。另外，对明仔载开始公费的流感疫苗也开放予民众去注。咱也赶紧来听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但是中上盖新的水平。今天我跟大家报告哈，有新增4例境外移入的个案啊，那没有本土的个案。那4位境外移入的3位哈是菲律宾，1位是从南非本国籍。那相关总共哈，这隔离14天的，我们现在4033人哈。那这里面在医院哈，现在医院员工里面是286人哈。那这286人有161人在集中检疫所，那125人居家隔离，那256人哈已经解隔离，没有计算在这个286人里面。那社区582人回溯的3165人。好，那这里面3165人，1129人是病人，2036人是陪同哈，就是陪病哈，跟相关的同住的家属哈，同住的人员。好，明天开始我们就是全民不管不是这个优先族群的都可以来打都可以来打。我们大概到1月28日公费流感疫苗我们大概接种在601.6万601.6万，那剩余量还有41万那。我相信跟去讲到进前日日做新光病院副院长的黄鸿安，因为涉嫌国务机要贿洗钱案遭对美国去，伊亲小弟也证实讲黄鸿安已经过往啊，法医也确认讲黄鸿安是头壳着情死亡。这个消息一出来，前总统陈水扁也伫 Facebook 顶头表示哀悼。台北地检署表示讲，若阵确实有过往啊，也该处分改做是唔起诉处分。阿扁引导一家伙洗钱案当中上重要的关键人物，新光病院前副院长黄鸿安，2008年11月份逃去美国，马航发布通缉，这礼拜在美国加州过身，今年是74岁。因小弟黄中间嘛证实这项消息。美国法医研究所已经证实说是枪伤制裁的了这个是确定的生命原因死因现在大家都是比较一个重大的问题了。提出甲阿兄上下尾一届开工记录，停伫几啊工前就无搁增加。回顾黄鸿安甲前总统陈水扁规家伙引导的真侪项弊案，包括所购礼券案、所购经营权案，还有海外洗钱案等等。其中，伊伫咧洗钱案当中，涉嫌替前第一夫人吴淑珍保管正亿的珠宝选照，还佫有钱。自尾伊走去美国，原本答应讲会倒来台湾作证，毋过选无快人，所以去互地检组拄证人该列作被告，而且发出要25年的通缉，效果是到2034年。过了这么多年，相隔大洋，也没有办法见到面，所以得知这个噩耗，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震惊，而且难过。黄鸿安伫咧海外过身，但市长讲就算已经过几暝，心内也是真艰苦。但最尾嘛伫咧面册铺文悼念，表示黄鸿安伫咧 SARS 期间做出真侪贡献，马上合作对抗 SARS 的无名英雄。这个我倒是没有特别评论的，他的事迹不是在医界啊，是他以前是本家的医生。听到黄鸿安过身的消息，捌伫咧台大病院甲伊做过同事的官文体有淡薄错一条，毋过嘛坦白讲随风熟悉，但是已经真侪年无联络。即马地检组嘛已经废除相关案件，由台北地检署伫侦办当中。检方表示，等待确认伊过身，依法伫咧完成确认定书了后，检察官会撤销通缉，而且互黄鸿安不起诉。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高雄的消息。高雄市三民区的三民市场今早起发生清洁人员沼气中毒意外，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也随赶到现场抢救，也有把3个人救出来。其中有1个人无性命，反应送到病院，也是救不回来。市政府表示讲，这是市场自救会委托业者来清的，详细事故原因搁来调查。准备全好，准备要落去救人。消防员甲时间伫咧比赛，要入去下水道，因为内面有人中毒。消防员先救出一位40几岁女性，一个知影人。他听到了声音了，这是他的警报声。要个救出1男1女，验过2个人迄当阵拢无性命现象。消防员随做现场的急救，也将3个人送到2综合一个高级抢救。高雄市三民区中华3路的三民市场，29早起传出有民众敢若是气体外漏中毒，消防局接到报案了，派人到现场急救，找到民众掉伫咧污水槽内面，顺利将3个人救出来。原本有2个人已经无性命现象，其中1位男子送病院了，恢复性命现象。我们发现现场是一个属于他们在清污过程中的意外事件。那我们经过无用气体侦测器的检测。现场是一个硫化氢的毒质，那超标引发的一个公安意外。高雄市警察局讲，这是三民市场自治会委托业者每一季抽取污水的作业。消防局讲，现场硫化氢的浓度超过标准，因若为什么发生中毒的意外，也搁来调查。警察局也要求业者爱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咧高雄发生50多年的金碧戏院，伊的外墙放落来意外，虽然无造成任何人的伤亡，不过现场是热蹭蹭，影响的范围也真宽，后面仲是看甲真着惊。今透早工部局的人也搁再来复检，经过清除了后，附近的居民应该伫暗头的时阵就会当登去处理啊。怕我没危险呐，怕我没危险，害怕就赶快出来。民众穿衬拖对封锁线内底行出来，看起来有一点仔凉杯。28号下晡风紧急疏散，啥物拢无炸，想要倒来摕衫煞风冻落来。高雄8德2路厝龄差不多50栋的经义戏院，敢若因为建物伤旧，袂堪要地动，后边外壁28号下晡4点外雄倒落来。大概3处的这个帷幕墙，因为它衔接跟梁柱衔接的这个细梁的部分，在安全上有顾虑哈，所以原则上这个帷幕墙的部分，昨天的决定会先把它拿下来，以维护这个环境的这个安全。这件意外疏散21个附近的徛户，地派1台汽车甲2台机车，工务局29号一透早出动大型机具。要等清掉放伫明体门口的安文图帷幕甲石头仔，才会当确定明体毁损的状况，甲是毋是有其他的机车嘛互地派伊。市长陈其迈表示会协助居民安置甲后续补偿。针对一些一定年度以上公共使用的这个部分，市政府会加速来进行出品，那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再进行复评。经义戏院事发了后，紧急认定做黄单的危楼，限期改善。不过工务局评估2楼到4楼的外壁由于有危险性，会要求所有权人这几天优先拆除，确保后续的安全。若所有权人有困难，就由工务局先代替拆除，再向伊请求相关费用。记者陈焕武、柯建俊、民交馆高雄报道。伫咧2月暗时，又有中国军机来扰乱咱台湾路，这也是国防部今年头一届伫1天以来发布2届的中国军机动态，唔来扰乱咱台湾，甚至阁呛声讲要甲咱相战。美国国防部伫2月表示讲，台湾出现紧张的局势，也会继续挺台湾。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因为国防部头摆回应讲要来挺台湾。中国军机近来一再扰乱，甚至把一天来超过10架次以上。到2月暗时，国防部阁公布2台中国的歼1空军机từ美时侵了台湾的西南空域，因为东港历时有4架次中国军机扰乱，这也是国防部今年第一回一日来发布2届强军动态。夜间时间的侵入我们西南空域的状况是，算是近期以来比较少见的。我们针对这样子一个持续侵扰我们领空的一个作为，当然我们表达是一个反对的立场。那当然，我们也只有强化我们的防空的能力，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空军表示，依照惯例，会派空中巡逻兵力应对，也会公布距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针对强机侵略行为表达反对。不过，中国阁开声恐吓，日前国台办表示，对台海军演就是要经过外部势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李培国呛声，台独就是代表战争，和美国国防部出面强调挺台湾的决心。一小撮台独分裂分子的谋独行径，就像是一个泡沫，又能翻得起几朵浪花。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玩火者必自焚。台独就意味着战争。Sees no reason why tensions over Taiwan need to lead to anything like confrontation, and so we find that comment unfortunate. 针对中国直头呛声开战，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强调，美国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也对中国国防部的讲法表示遗憾，强调美国徛对台湾关系法甲美中3联合公布的立场，对台湾的承诺未改变。这也是拜登政府上任以后，美国国防部第一届针对台海情势发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立法院临时会的最后一天，会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经过调研协商2条450亿的经费，去放贷256亿。不过因为疫情关系，国民党团决定不要贷疫情指挥官但是中的特别费，而且本地国民党想要用3种外案件来阻碍拖办审查会议，就要经过协商，干那表决127案，这127个案也要拼3读通过。而到立法院临时会上后尾一天，要处理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行政院提出总预算编列2条450亿，经过立法院调研达成共识，3减256亿。临时会期间要处理3000多件的提案，经过1礼拜协商，目前保留127案，要伫咧上后尾一天3读通过，预计出现表决大战。那现在已经剩下127案，大家意见还是没有办法一致，所以必须表决。中委看起来大约会被删减256亿左右。基本上国民党是采取一个拖延安排。那最遗憾的就是说，有关于国营事业部分没有办法完成协商。民进党批评这样动用真济案件来拖平，国营事业基金伫咧临时会无法度处理，会来做后一个会期的优先处理案。最近全世界发生半导体欠缺，美国、德国汽车大厂拢透过管道，希望台湾政府协助采购台积电的晶片。国民党提出阻决议，用晶片来换疫苗，要求政府透过贸易谈判的机制，提供晶片来换对外采购疫苗。像这些国家有制造疫苗的这些国家。正式提出要求说，提供我们第一批的这个疫苗。实际上，我们是集中在这个，尤其是特别重要中正纪念堂的转型的这个部分。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法案，迟迟还是未能够修正通过。目前无得到共识保留的提案，包括中会阻决议案、国民党禁止内地入校园等等的决议案。再见议会各党派轮流派代表来发言，中道针对调研无共识的保留提案来进行表决。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院当日调查赵无金的案件，认定讲有6位进前来做法官的人，就要受惩戒。进前来做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长林基福，说是出面来画冤枉。伊也批评讲，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根本就是看图讲故。不过，监察院长陈菊是相信监察委员是负责任伫咧调查案情的。1、2、3，祝你生日快乐！监察院90周年，院长陈菊带领同仁做花手生日快乐歌，佮参观院庆的特点，来了解监察院过去的成绩。针对司法院调查赵无金的案件，牵涉出真济法官、人事审议委员200审议，认定有6个前法官有受惩戒必要，送登去监察院来审查。其中前最高行政法院院长林基福是画冤枉，批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是看图讲故事，陈菊相信监委有尽责任。我们尊重各个相关的单位他们自己处理的方式。如果再送到监察院，我们每一个监察委员都是独立行使职权。那基于司法是台湾最后的正义，那我相信每一个监察委员都会善尽他的职权。
不过去年12月份，当局利用私人时间去新竹的司马库斯道路管制也可会当通过强质疑有特权。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卢志强形容伊正清，当局强调讲，徛伫咧对司马库斯原住民部落的尊重，伊利用私人的假期将关心更为当地调查有罪案，无用特权。我自己一部车，其他4部车都是监视乡公所经过有修路的过程，修路什么时候可以过，什么时候不能过这个我想相关的规定我都是配合这个新竹的监视乡公所。我认为没有什么特权，我也不会耍特权。讲到成功病院前院长黄鸿岩，当局讲两个人熟悉真久，嘛是好朋友，认为黄鸿岩伫咧台湾是真优秀的医师，对伊伫咧美国过身的这件代志，感觉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欧盟伫咧战前有要求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就要准时交货了后，西班牙近日出现讲辉瑞甲 Moderna 疫苗无够注，害因的主疫苗计划去签到。那病院外口的人伫咧等待疫苗，病院内面医护人员也当咧奋斗，要抢救感染者的性命。不过上届不过的就是动物园内面的动物，因为无游客动物园无收入，也无法度来监视。伫荷兰就一只狮离过时阵要送去法国去啊。伫巴塞隆纳圣保庇有一寡医护人员已经先后做过2档有风车，算运气袂歹。伫咧加泰隆尼亚也有差不多1万人，虽然做过第1剂有风车，却无法度做第2剂。卫生官员艾吉蒙讲，是因为辉瑞 BNT 也有莫德纳有风车延后到货，库存的有风车1礼拜就用了。Paramos de dar la primera dosis por el problema de abastecimiento de dosis por parte de Pfizer. 西班牙官方的数字，即马全国已经用掉140万吨的有风车，占现有库存量的78%。过去1个月新增加确诊超过74万，创新纪录。有一寡医护人员伫咧播有风车保护下，也是会继续收治各种病人。加州报告有退休的护理师也回来到3工。伫德国柏林这间病的医护人员，正经历自去年秋天以来第2波疫情。过去这1年，因的生活拢伫咧甜过头甲应付感之间，即马已经会当应付，更加坚强。Die Patienten, die einfach nur auch an Covid erkrankt sind und auf einmal werden die wach und befinden sich in einer Situation, wo die sind, es ist einfach nur ein Tubus im Mund oder ein Tubus in der Trachea liegen und fangen an zu weinen. Das ist schon ein Hinweis für mich, dass es einfach nur eine sehr dramatische Situation. 荷兰阿姆斯特丹上古老的动物园之一，阿提斯动物园2月宣布袂再再饲狮，因为疫情造成严重的亏损，无钱通负担狮的成本。园内2只母的甲1只公的狮，会伫2月最近送到法国的动物园。就算疫情结束，可能也无法度回来。动物园讲，2020年入园的人数减少5成，这嘛是完全无开放。也毋过每工固定的成本是6万欧元，换算代表203万，到即嘛已经亏损差不多代表6亿7千万。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欧洲看啥？咱看到越南去，越南伫昨一声就增加100多人确诊，而且台湾人伫越南设厂的碧云电子也发生72个人群聚感染。另外，美国的部分是头摆发现到2站的南非变种病毒。若讲到巴西部分，因为因病毒变种全国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900万人连续55天零确诊的越南，一年之间病例数增加100例。伫海洋性的大资企业碧云电子发现群聚感染，有一位女员工去日本被验出有英国变种病毒，一调了发现厂内有72位同事也确诊。另外，伫广宁省机场团组9位员工确诊，感染源也在调查。对此，当局下令入境的旅客隔离期延长到21天。Chỉ có thái độ ông ta cương quyết hơn, kịp thời hơn, thái độ dứt khoát hơn, với biện pháp mạnh mẽ hơn. 伫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衛生官員講，伫咧境內第一遍發現2件感染力更加強的南非變種病毒，確診的2個人無出國旅遊史，目前也閣無法度知影傳染的途徑，也閣擴散的範圍。政府也已經簽署30個國家的旅遊禁令，南非也伫咧名單內面，自30開始生效，一直到目前已經伫咧全世界排名第3嚴重的巴西。隨着變異病毒株的侵襲，確診病例已經超過900萬，並且造成
22.100人死亡。对此，巴西政府会扩大有风险注射范围，包括里约热内卢也个圣保罗等几个城市，拢会设立更加侪有风险注射站。另外，国际透明组织伫最近公布青年指数排名，伫180个国家内面，纽西兰加丹麦做伙排第一，台湾是排伫美国后壁，排名第28。We could see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s to respond to the pandemic and the level of corruption in the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at the bottom of the CPI were having a bigger challenge responding to the crisis. 另外一项由澳洲的机构评比98个国家的防疫表现指数，排名前3名分别是纽西兰、越南加台湾。这项指数是评估各国确诊比例、每100人确诊加死亡比例，一个14天滚动平均的新增加比例。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辑。德国的疫苗委员会2倍有建议讲，来自英国的阿斯特捷利康疫苗，敢若会当互18至64岁民众去注。主要原因是无搁较侪资料通好来证明讲，这疫苗是对老大人有产生效果的。也因为安尼时，英国首相强生随用行动去邀请表示支持。另外，美国的疫苗公司诺瓦瓦克斯所研发出来疫苗，听讲有比较有90%的防护力，而且是对变种病毒也是同款有效。为了速度来买大量自备阿斯特捷利康有风险，英国首相强生2倍去苏格兰当地药厂视察，并且予因全力的支持。MHRA, our own authorities, have made it very clear that they think the Oxford AstraZeneca vaccine is very good. And the evidence that they've supplied is that they think that it is effective across all age groups. 强生安尼先做是因为澳洲的药品管理局 EMA 会伫29批准阿斯特捷利康有风险使用。不过德国的疫苗委员会建议，应该只敢提供予18到64岁民众注。Aus den Studien für die älteren Altersgruppen gibt. Und dass das die Entscheidung der Zulassungsbehörden und dann auch der Ständigen Impfkommission mit beeinflussen würde, war eigentlich zu erwarten. 美国疫苗大厂诺瓦瓦克斯所研发的疫苗，在英国进行第3期的临床试验内面，发现防护力有到89.3%，对预防英国变种病毒也同款有效。英国首相强生甲因恭喜，也讲药品甲保健产品管理局会进行评估，若是批准，英国会预定6000万剂。It's a protein vaccine, the same kind of vaccine we have already, for example, against hepatitis B. Where the protein is injected as the vaccine. 伫咧欧洲，最近为着预防性无够伫咧弯，俄罗斯是甲因家己所研发的史普尼克预防性运送到拉丁美洲的玻利维亚一个阿根廷，这是阿根廷第3批22万剂，玻利维亚是第1遍摕到，数量2万剂。虽然也是有较慢到，不过莫斯科当局希望这种疫苗会当发挥作用，帮助当地疫情。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自从台湾出现本土疫情了后，真侪大型活动拢宣布要取消。新北市长侯友宜伫今仔宣布讲，本地伫3月要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因为人数真侪有烧坏风险，而且有搁邀请外国的选手要来参加。伊也决定讲要甲时间延后，一直延到11月21才要来举行。若准想要退钱的民众，3月31中昼进前，拢会当去办理退钱。报道新冠肺炎温度感染风险无解决，各县市拢停办大型活动。新北市长侯友宜29日宣布，原定3月21举办的万金石马拉松，考虑有16000多人参加，而且准备邀请20几位外国选手参赛。人伤济，有高度传播疑虑，决定延期到11月21举行。万金石马拉松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延期到11月21号。这当中，如果没有办法参与延期，也可以申请全额退费到3月31号。万金石马拉松2020年的比赛，就因为疫情取消，今嘛是2度受到疫情影响延期。另外，当年春季拢会吸引大批人潮前往的新北市赏樱圣地淡水无极天观宫，也因应疫情，今年无鼓励民众到这来赏花。游客达到一定的人数，将会进行停留管制，小型专车也将停驶。呼吁民众
今年暂不要来赏花，避免群聚。我们有采那个分流管制，单一进出口。景观处的网站或者是 FB 搜寻赏花快讯，都会一直更新这个花况，请大家在线上赏花就好。另外，校友仪顶伫大型伫春节返台调期间，新北市民一定有防疫旅馆住，被台北市长郭文德质疑，安怎会当提出保证？对此，校友仪回呛，管理是一门真重要学问，强调新北市有1000多间的防疫旅馆，伫上高峰期也会当提供3个离岛加中央平均每天90间以上的空房。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气象预报，明仔载冷空气开始变弱，也会出现好天气啊。不过天气若准变好，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又可要变歹啊。环保署也预测讲，拜六礼拜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可能会出现红色的警示。除了会限制大型发电厂以外，也会启动热学家早，避免空气品质是愈来愈歹。规个城市看起来大雾雾，不过其实是因为高雄27的空气品质上海所地，多数的测站拢是红色警示，四边的台南、屏东也是同款。不过空气才拄改善，环保署预报讲，拜六礼拜中南部空气品质又搁要害去啊。虽讲因为是休困时啊，汽车、机车排放的污染较少，不过可能也是会出现红色的警示。明天、后天、大后天，整个空气品质可能以中南部来讲，可能都还是不会太好。有敏感族群的这些民众啊，包括呼吸道气喘的这些民众，可能尽量减少外出。那如果真的外出的话，也戴上口罩。受到气象条件影响，中南部继续累积本土境外的污染物。对10月开始，已经要求台中、麦寮、恒达等等的大型电厂降超过11亿度的电，差不多就是这3厂总发电量的42%，通减少600多吨的污染物。环保署也要求地方加强稽查。这10天以来，高雄、台南也查到大约30站的违规，包含伫室外烧物件、营建工程，各有固定的污染源等等。这些的话都会变成是我们在特别是针对空气品质不良的期间，我们稽查的重点对象去做一个稽查跟相对应的一个处分，来确保不要在整体空气品质不好的情况下，还有一些额外的负担。环保署预告，2月初2后礼拜2的日时开始，因为有另外一阵东北季风变强，若是无带来上侪境外的污染物，可能会因为风较透，中南部的空气品质就会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南口，这个月初发生一站民众甲外送员的纠纷，是民众质疑讲外送员拖了伤过久，2个人随挽起来，甚至搁出手拍外送员。警方到了现场了后，这个民众说比伫咧处理无爱开门，外送员袂堪的这款侮辱，伊也讲要告这种人客伤害甲告诉。画面伫安全部的外送员甲电梯内查甫人发生口角，电梯内的查甫人突然动手杀外送员。代志发生伫新北市南口区这个月初一件送餐纠纷，世间的查甫人因为不满送餐的时间伤过久，引起肢体冲突。所以他辱骂我3字经，辱骂我母亲，所以我才不让他离开现场，说你已经公然侮辱我了。啊，虽然我没有摄影机，可是你这样的行为是不对的。你不要离开，我要报警处理。所以我才在电梯里的时候，再跟他有拉扯，然后他开始动手打我。细单外送员伫暗时9点45分接单，51分去提餐，10点17分送到，过程用32分钟。结果对方透过信息质疑送餐的时间伤过久，提餐的时阵也因为口角发生冲突。双方对送餐时间上有所异议那而有言语上的争执及肢体冲突，那本所后续也将通知当事人到案说明。双方发生相友相杀，过程中世间查甫人用手拍、用脚斩外送员，厝边看到赶紧报警。事后世单的外送员就以严伤向警方报案，提告伤害加恐吓。然后我听到他说他要上楼拿菜刀杀死我，有恐吓的意味。他说我是垃圾外送员，他说你们服务业不应该这样做，怎么样之类的。因为世间的查甫人登记大的所在了后，拒绝开门，警方后续将依法通知到案，并且以伤害罪函请新北地检侦办。记者综合报道。
警方有调查到，伫苗栗东路有3块农地去荒投倒废土，面积大约有4个篮球场遐尼大。警方调查到，也发现讲嫌犯对去年8月开始就将废土运来到遮倒，而且无依法申请，甚至当地村长竟然改来做回来倒空。专案也目前移送到地检署侦办。几啊台货车载规车的土出入入，毋过这是苗栗东路附近的农地，行过去看卖，土石大大细细粒仔，阁有涉水拢甲原本的农地差真济，而且阁蹲甲若像一座山。警方查出苗栗东路的这3个农地，去互不法业者来倒废土，而且当地村长嘛有涉案，有收空米箱。寻找农地的地主来做答应回填土地的角色，不但没有去申请合法的回填，会寻找一些池塘的低洼地或者是地下室的工程的烂泥来回填。警方表示，荒乌白道的废土超过5000立方米，面积超4个篮球场遐大。若是涉案的主嫌，从去年8月份开始，伫咧苗栗东路透过当地村长来找地主，骗讲会当甲农地吞互关，而且佫讲有摕到县政府核准。毋过吞转去的真侪拢是水长的烂土，或者是不明的土，真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冲击。那这些土方的重金属含量不明，而且没有做好水土保持，会影响周边的农地及河川的生态环境。那原本答应回填的地主，非但没有达到回填农地的目的，而且还会被当成本案的共犯。警方甲涉案主嫌甲涉案的村长以违反废清法移送地检署，2个人分别以5万甲10万来交保。毋过监视有其他的农地嘛受到污染，阁有监视组织性的犯罪，检警该继续追查。记者综合报道。离北早起1点外，伫婚林理论的粪扫坑大场发生火灾。虽然讲消防队有赶紧来拍火，不过是一直到暗时10点外，才全部甲火拍花。清洁队员表示讲，应该是有人甲金桶的金爪斧直接薄薄的就劈掉，才引起这场的火灾。这意外也显示讲，当地的消防油水确实是不足。清洁队人员使怪手甲粪扫挖开，要赶紧找出火源，喷水拍花降温。离北早起1点左右，到云林理论的粪扫场大火烧。虽然火无大，却因为粪扫堆有沼气，互火势直直摊开。香灰啊，或者是那个金子鞭炮，直接用布袋的方式装填，然后就是直接由我们垃圾车这边运过来这边。那我们这边没有去察觉到，然后就是跟一般垃圾对峙，然后造成复燃的动作这样子。理论清洁队表示，年头啊，真侪民众拜拜以后，煞甲香火、金爪斧直接包起来做粪扫弹，害粪扫场大火，一直到暗时10点才甲火拍花，凸显粪扫场路头吊弯，消防水源补充困难的问题。消防局表示，希望各公所提升火灾自主处理能力。各个乡镇公所可以在于现场建置储水箱嘛。那第一时间的时候，他们自己有水源可以去做自救的方式嘛。基础设施然后第二阶段如果说那个灾情扩大了，才请消防局进来协助。环保局表示，去年年尾针对云林县内总共12位的粪扫大坑场总检查，就是希望各公所提升管理能力，未来会继续辅导，也是经费补助，甲大坑场不足的消防设施补救也减少火灾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德北凤山溪附近的生态园区，附近有一片土地一直互人乱倒粪扫。环保局表示讲，去年已经要求地主伫今年2月底之前，就要甲全部变清气，若无是一概罚钱，而且是罚到改善为止。面头前这片挖1000平的土地，地点在新德县德北市。过去政府捌开3000万拍造生态园区，后受风台霜长无搁重启。拍远到深，煞去互人伫顶悬担粪扫，毋但有果菜、菜脯，搁有纸箱仔、塑胶罐仔，现场臭味冲鼻。本来一小包你很好丢，结果现在一大块的时候，它叠在一起，你很难动，因为你变成要非常大的工程才能完全把它清干净，成为许多人丢弃垃圾的一个天堂。我想在竹北，这是让我们城市形象蒙尘的部分，我们感到非常的痛心哦。环保局表示，去年4月接到民众报案，参相关单位现场稽查，要求地主限期改善，但今年2月底进前爱甲变清气，
那么依法开罚1200块至6000块，一直罚到改善为止。我们会看他的情节的状态，然后持续就是去做一些相关的巡查跟监督。然后就是如果这个部分相关的它的废弃物的清理的部分不尽理想的话，那我们会按次处罚。环保局表示，未来加强在附近巡查，提醒民众若是搁发现乌白蛋粪扫的代志，会使卡1999专线，还是卡向警方报案。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对中南业者去做调查，发现讲今年的年尾奖金各行各业是差真多，亲像是服务业、餐饮业，有的公司是分不到1个月。不过金融保险却是有2个半月起跳，科技产业上无要2个月。不过所有业者若总甲扣做伙平均来看，只有1.1个月，是这9年来上界歹。伫连锁餐饮业服务的小店，讲今年疫情爆发了后，人客减3成以上，生意大受冲击。这互伊想起用过年尾奖金变做礼盒，迄种无欢喜的经验。年尾奖金受影响的，阁有几位系统的卖票人员，因为疫情已自去年10月份开始休无薪假，薪水减2成，今年的年尾奖金恐惊也是领无。之前可能1个月至少会有1-2档节目，那现在都不太固定，有可能就是有了，那突然又取消了或延期，其实都是会造成公司很大的。不过金融保险业的状况就无同，因为年底迄张防疫保单，致使因过年之前业绩大增加。今年年尾奖金比去年更较多，完全无受疫情的影响。的业绩成长了，我的部分的话就是大概成长了2倍。从去年的可能跟外面比起来，可能2个月，现在今年成长到4个月。根据人力银行各大产业年尾奖金发放的调查，发现金融保险业发上济，上无有2个半月。第二个是科技资讯业，有强要2个月；医疗生机、传统制造、营建不动产平均有1个半月，不过批发零售却是无1个月，尤其民生服务只有0.83个月。餐饮业、饭店业上惨，仅达0.75个月，整体产业平均有1.11个月，是9年来上低。内需型的这个餐饮、修理业，包括一些这个旅行社跟饭店业呢，受到疫情冲击，是比较直接有影响的。那这个年终奖金数字是绝对值是比较难看一点的。人力银行的业者是讲，民生服务这1年来受疫情冲击上重，旅游业的营收更加是凄惨。而且今年又搁出现本土疫情，因无啥敢发上济年尾奖金，产业要复原，恐惊要等到下半冬。疫情若无转好，2021年的年尾奖金恐惊也是无乐观。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这条新闻你着爱特别注意咯。交通部参考外国的法规，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若准是过路人伫咧行过路人通行道，也就是斑马线过路线的时阵呢，咱骑奥多拜啦、赛车的人，都爱让人先过。若准无要让者，未来上悬会当罚到6000块。过路人当要过车路，当外的公车甲轿车煞继续伫行，人甲车相闪，看起来真危险。为着保障过路人的穿越权，交通部公告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无论是机车还是汽车，伫咧交车路口，若是无让过路人，罚款拄3600提悬到6000。根据我们的统计数字。有60%的一些肇事在路口发生，所以从这个部分，特别是现在高龄化的时代，那有一些长辈他在行经路口的时候，可能动作会比较慢一点。这届修法扩大让的范围，就算讲无斑马线的路口，若是无告示禁止过路人穿越，汽车拢爱让；若是无让，致使过路人受伤还是死亡，除了爱负民事刑事责任，行政罚款上关36000。另外嘛，照增加轻重，新增加吊驾照的相关规定。我就觉得举证蛮困难的，因为我应该也没有办法当下，而且行车记录器也在对方身上，我应该没有办法直接的检举或是干嘛的。他们自己要左转或是要右转，那我们行人在走的时候，他们就倾向都自己就是都这样过去这样子，对，比较不像国外会让行人。有民众烦恼讲修法是好意，毋过基情是无简单。交通部表示，草案修正了后，会照定数公告60天，继续收集各方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
经济部公告上新的轿车买卖定型化契约，是参考美国法规来规划。未来消费者买车了后180天内，或者是走12000公里以内发生6件大事故，或者是同款的故样修理4件以上，甚至是这寡时间斗起来有超过30天拢无法度用车的人，都当要求厂商会当解除契约，无就是爱换新车互你。这个法案按算伫7月初1就要来施行啊。真侪人辛苦欠钱，想要买车，毋过若是买到一台有问题的新车，一定会真受气。经济部公告雷蒙车条款，未来消费者买新车，伫咧交车了的一定期限，也是一定的里程数以内，经过4届送修，也是无法度恢复正常状态，或者是累计无法度使用30天以上，会当要求换新车，也是解约。这样的定下来，它就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联盟车条款是优惠，是更好的，对消费者是更有保障。你要看那个消费者对那个车的品牌有没有信心啊？没有信心，你换新车，万一又一样的话，不是一样？经济部是参考美国处理雷蒙车的规定，伫新版汽车买卖定型化契约，应该记载甲袂当记载事项，增加新的条款，也就是伫咧交车了后至少180天，还是里程数至少12000公里以内，若是发生重大问题，包括赛车时阵向导火、档有问题、车失去故障、引擎温度欠悬到紧绷，还有其他危害生命甲身体健康的问题等等，嘛会当要求换新车还是解约。一般因为机械的东西跑了之后才知道是不是它有时候会临时断电啊，或是断油啦，或是产生一些异音啊，非常的大。所有的机械的东西，所有的产品都有所谓的我们一般讲的不良率，所以新车为了这样子，所以跟你保固1年、2年、3年、4年，它是这个意思。经济部强调讲，会伫咧7月初1开始，是因为台湾的车市有一半以上是外国车，需要半年完成期，让车商了解台湾有保护消费者的新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建立高龄社会，公路总局最近甲嘉义市政府合作，若准是有坐会的驾驶想要换驾照进前，就要先进行认知的检测。换到驾照，79岁吴老先生真欢喜。伊讲伊赛车已经30-40天啊，透过监理所所办的身体检查，证明伊的身体功能甲反应，还可能继续赛。你若无安尼，算无保障嘛？你无感觉讲目睭好，司机好，你危险嘛？对无？恁即马安尼代表无危险啦。公路总局讲，时段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形有甲悬一些，主要甲身体机能有淡薄仔关系。为着要让75岁以上的时段人知影家己是毋是够适合开车赛车，所以甲地方政府合作，加强对时段人的宣导。目前为止，来换照的率是75.3%，75.3%。那我们当然我们会持续的跟各地方政府合作。来提升我们这样一个换照率，包括咱乐龄的这据点，甲长照西点的据点，甲失智的据点，拢总啊提供出来，含这个公路总局来合作，因的行动的这个检验车会使到咱的据点。嘉义市进前这个卫生所会提供这种服务，即马甲公路总局合作，市区内有80个所在，会当协助时段人换驾照。嘉义市卫生局讲，厝内若是有75岁以上的时段人，抑搁伫咧骑车赛车，会当请伊来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有7天的连续假期，也因为疫情关系无法度出国，东部可能会出现真侪观光客。公路局伫今年的东部省道安排新的分散车流量措施，也要提醒民众讲出门进前就要先注意。另外，台东的警方也用录影做证据的方式，要来抓民众违规。台东县警察局统计，伫去年春节连续假期，到台东的车有56万外。今年连续假期虽然只敢7天，不过个人受疫情影响无法度出国，东部可能也是车多。饭店业者讲，过年期间台东县的饭店大房率差不多90%以上，甲往年较无同，大部分拢是家己开车，所以饭店也增加停车位。总共增设了有提供3个停车场。所以我们接近100间的客房，有100个停车位。公路总局今年也伫咧南回花东总局，一个东海华公路采取几多项分流加观光车流的措施，尤其是有一寡公路自4线道缩减成做2线道，会提前限速路面。
伫南回公路的太马金轮大桥，今年采取北平禁止倒滑入去村的措施，并且示范大客车优先道以免塞车。那初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由屏东往台东的方向。那收假的时候呢，最后一天是从台东往屏东的方向。那一样呢，是内侧是走我们的大客车，那外侧就走我们的小客车。台东县警察局也完成交通疏导的规划，控管车流，互行车会当较顺。也呼吁用路人今年伫咧全县拢会用查检甲录影两种方式检举违规超车。那今年我们会除了加强这个进行举发之外，那我们采取这个当场拦查，还有录影搜证。台东县警察局希望过年去东部旅游的民众，爱配合公路局加警方的规划，才当算了安心和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内目前有真侪所在樱花灯咧开，也有真侪民众要走去赏花。所以因为最近疫情关卡，住伫赏花地点附近的居民就无讲介欢喜啊。虽然讲阳明山的花季已经宣布取消，市政府也讲因会继续管控人数，避免疫情搁再扩开。规排的樱花开甲正水，幽明山并增加的樱花巷，还未到休困日，就有真侪民众来看花。我同学他们讲说，这边盛开80%，所以过来了。今天算平日，但是蛮多人，真的很多人。有没有吓到？有点吓到。樱花大出，民众手要翕相，巷仔内拢是人，不过真少看，真侪人其实无挂嘴暗，还是有点担心啦。我们本来也是很犹豫，可是既然来了就来了吧。我都戴着口罩，所以我觉得还好，而且大家都要拍照，所以说拿下口罩，暂时拿下口罩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最近疫情有较紧张，民众偷放心情，搁要找人较少的所在，其实真好找。伫台北，目前搁有真侪所在樱花大出，亲像内湖的落华公园，搁有幽明山的花季，过去拢吸引真千人，甚至是真万人来看。住伫迄骹斗的居民，就惊讲人真伤济，会有群聚感染的风险。新冠病毒它的那个在户外，如果阳光照射的话，它是存活没有办法很久，所以在户外的空间，那尤其是大家都戴口罩的话，是不太会传染新冠病毒的哈。感染科的医师提醒，伫户外要甲防疫措施做好。市府干部局是表示，目前决定取消相关花季的活动，会改用网络实景控管交通，让大家判断敢要前往。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国立阳明大学甲交通大学2月初1特别合作一经路，而且新的名号做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未来有9个学区，交通大学伫这礼拜已经甲旧名拆掉啊。阳明大学是惊再去拆掉，不过这2间学校拢留一座旧名的牌楼，当做历史见证。赶伫咧拆掉后名牌进前半点钟，陆小姐甲38当前同齐毕业的去科系同学，穿医师袍伫国立阳明大学的日头前做伙翕相做纪念。因为我们第2届嘛，几乎是像筚路蓝缕一样，当初这一片是空的，这一片根本就是运动场。那多年以后呢，运动场搬到山上去，然后这些新的建筑物我们都当年是没有的，而且当年我们是叫做阳明医学院。想着求学过程的往事，幼员是真感慨。面对母校阳明要甲交大合并，校友讲这是顺时代演变的发展，会来祝福。希望合并以后，我们的格局更扩大，然后我们的院所更完整。为着纪念2校过去的历史甲价值，阳明保留校门口的牌楼，交大是保留博爱校门的校名名牌。2月初1正式挂牌了后，阳明交大就会成做有17000外的学生、1400外的老师的一流大学，而且2校的学生会因应合并，已经成立全校型的学生会，这嘛是全台头一个。那所以我们现在包含像校内的选科系统等等，然后还有这个学校的校内电子信箱跟校队的整合、社团的补助等等，其实我们都有一直在持续的在关心、持续的在追踪。为着要维护学生的权益，所成立的阳明交大学生会筹备处表示，未来会以加强学生伫校务会议的影响力做目标，让新学校做决策的时阵，拢会当听到学生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有真侪老厝，内面也真奇卡。伫台北的迪化街，就有一间私人的博物馆，最近开始要展览彩绘立图一寡传统的技艺，甚至有邀请一寡古籍维护的老师傅伫咧现场示范传统的工法，也希望讲这个重要机会会当一概传过一代。真实手咧使用工具，老师现场示范擦雕的技艺。这个擦雕的作品，就是用来写嘅台湾万南建筑，表现出老厝水的所在。老师嘛伫大学教册，希望把这个重要的技艺传承给后一代。很了解这个传统的重要，嘛，互咱的一代啊，这个年轻的学子很想去学这个传统技艺。再不传承下去，我们这个技艺几乎要断炊了啦。唔那擦雕的专家，还佫有真有名的中华河美彩绘世家，等甲第4代的传人，嘛当场展出彩绘当中的打金技术。我这物件拢爱为囡仔开始学好啦，学好，因为囡仔我感觉是，你若为吼，各种比较出来吼，来咧学物件较紧。因伫台北迪化街替拍拼保存文化资产的私人博物馆——迪化207博物馆，移到开店的老厝化妆师的特点，做回来点功夫。2楼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这些工匠们的技法，你可以看到我们从剪黏、泥塑、脚趾陶、彩绘、木雕这5大的一个工艺技法。这个特点展出包括擦雕、彩绘等等的老厝装饰物件，除了展现传统技艺水，嘛希望民众行入来博物馆，亲身体验这寡重要的文化资产。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网络新时代，囡仔要吸收新知识、接触外国文化，有影是真多元。就团队利用台湾各县市的特色做主题，推出囡仔影片，用台语讲文化，也推动在地特色。街仔路足热闹的，有乐队，有艺歌，阁有人咧分歌吹。用台语讲贵人放水顶的传统文化，佮搭配古水的导游，要互囡仔了解台湾的在地风俗。制作团队从台湾的角度出发，希望台湾的囡仔了解生活中的文化。主题咱就是讲台湾每一个县市，咱拢爱做一集。像咱这本就是讲家人这个中元节，伊有一寡祭典，足有特色的。先介绍贵人中元节的祭典，接落来还有屏东客家的主题、花莲原住民文化、甲婚姻布袋戏的单元。团队所摄出来影片甲有声书，拢有本土语言的版本。伫制作的时阵，也拄着困难。咱原底讲的华语要翻做台语，也是即个客语，伊的用的字，也是用的字，拢会无共。这你就无法度用华语去交换，伊一定爱问过专业的老师。虽然制作的过程真辛苦，不过因也受到真侪肯定加鼓励。推出之后，大家反应都很捧场、很热烈，就是还甚至还问说他可不可以上架到什么更多平台，让更多小朋友听到这么用心的有声书这样子。成果受到大家的肯定，团队伫咧制作的时阵，也对家己的母语有更加深的认同。就连我爸爸妈妈他们都是讲台语，可是他跟我们讲话就会自动切换成中文，我就觉得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是推广大家学台语、学母语的话，我说不定就可以跟爷爷奶奶、跟长辈很流利的聊天这样。对故事的内容、红仔的设计、声音的传达，拢真用心，希望建立囡仔的文化认同加公民素养。以后团队会继续制作其他县市的文化特色。希望台湾的囡仔看过了，有法度介绍家己国家的文化甲故事。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对14度到18度，中部地区对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8度到24度，南部地区对15度到19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9度到14度。